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题目是每集有10篇文章哈。今日嘅主题係俗語、谚語、歇後語、語詞。個題語部分課文一詞一語，一個對照錄音，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來參考研究。南客、北客嘅語言各有不同，請大家了解下來哈。一個俗語就是通俗順口，一般人所知，因為言不同，體不同，共同點係有押韻語義嘅意思啊，也叫做俗語。一個歇後語，別普講歇後語，休閒所講，話語意同實語冇交代清楚，還有下一句話使人思考一下，再表面所講。第三，谚語，別普講谚語啊，一般農事氣候用語可信度相當的高。第四就是語詞，一句成語也係一句話，另外還有一個意思嘅順才好好嘅來想安尼哈。後來點樣講體力部分，一個研究個體力部分哈，一共有200句。今日只有講100句嘅哈，就係咧提出通常世界所講嘅俗語、歇後語、谚語、語詞嚟俾大家參考。第一個會穿會酸唔會醋，頭尾交番薯，一個就貴嘅賣俗嘅不聰明嘅意思，但是時態冇相同嘅哦。今日下番薯過貴哦，米過俗嘅，所以頭擺有人講一句話：塞頭買有錢冇？有喎，佢塞頭買有錢啊！哈。第二，錯乜嘅了解講，唔堪身份啊，形容他人家嘅意思啊，錯乜嘅了解講。第三，田螺吃到飽，唔知師傅上流台。田螺吃到飽，唔知師傅上流台，就吃到飽，不管後果係樣嘅，也都唔會去想安尼哈。第四，虛用儉田，儉就賤東西嘅賤，虛用儉田就是虛是壓令人家。一個虛是相當大嘅意思。第五，愛古多家，愛古嘅多家，愛惜人家啊，心思個古嗬，一個古，一個就係個像一個米嗰個古啊，大下米個茶位嘅茶就古個古個行嘅意思。6，一個和尚路邊吊，意思是講啊，不吉利嘅東西啊，冇嘢嘛哈。河邊路邊吊。第三，三腳頭兩本記，三腳頭兩本記，係講屬土屬真屬假。屬假嚇，屬真屬假，一個就清清楚楚嘅意思啦。8，一個莫是無頭嘅，乃來學無頭事，一個就是本人言往嘅世界，冇按呢個思想來人啦。啊，莫是無頭嘅，乃來學無頭事，一個叫馬有虎作。叫馬有虎作，
表示不可能嘅意思，叫嘛，见一下叫嘛有辅助嘅哦，冇相同嘅哈。十一个西瓜嘅固质农，西瓜固质农就是固质不同、不敌变通嘅意思。固质不敌变通啊，一个农瓜嘅农一玩就玩意三个农冇出那个一起唱来说。11扎混结嘅用，扎混结嘅用就丈夫图得到好处啊！一个导演扎混结嘅用。12什么按多我过多啊？什么按多我过多，就是一个那个无中生有那个无中生有嘅意思。加油添醋啊，也就按多，什么按多，我个多哦。13半桶水和盐，跟盐嘛，有盐出啦啊，掺点水做个怎样的样啊？一个技术差有效表现咯啊，就半桶水而已啦，过好盐嘛，技艺差。有效表现，这种豁免有效费用啊！哈。第14，老牛食嫩草，老牛食嫩草，马年老不少嘅意思啊！哈，特别有条过嘅老长寿，老长寿，我唔是老不少，一条过嘅哈。啊，15，好心出雷大，一同。一个好心冇好報嘅意思。16黃教練得益唔得出，一個就係壓擦嘅小氣嘅人，一個搶嘅數業唔指出啦，一種人就講黃教練得益唔得出。17水木條，水木條比例重。水木條啲水木比例重嘅啊，好食難做。得失落，好食難做，得失落。一杜木水都定條嘅比過來，一個杜木水條比例重嘅嚇。第18買太人，買嘅買，出外看鬧熱。也係到老日本人看，也就按到買太人。19生意呢有意無在，生意呢有意無在，也就係講啊點點糖，莫插在，莫插花，莫插講安尼嗬。20適量期嘅唔錯。就是不管只管騙人，不檢討切價，適量嘅唔錯，只有去管他人家，唔檢討切價嘅意思啦。21把工商事也就歇後語，勞神財財嘅意思。22莫學假造嘅做嘅，個做嘅是幾造，即假幾造啊，一個做就不吉利嘅意思，莫學個好安尼嗬。23愛顧嘅看戲，愛顧嘅看戲就愛顧嘅愛嘅，就後尾這咁多頭前，看到人樸素，亦都聽人樸素。嘅就會講啊，愛顧嘅看戲，愛顧嘅看戲，有樣看樣嘅意思，安尼嗬。好，其他嘅咧，一個客家本土語言就係客家白話語文，不同族群有不同嘅語文，唔曉講客家話，就難以了解客家白話語文。客家白話語文從文表現在客家歌曲詞。能有通俗順口好聽嘅客家歌曲語言，同時可以徹底了解
客家語言的結構，尤其廣播、唱歌的教學，而精通注音，有注音，咱直直講啊，語言的結構係樣嘅。漢語現下所用的是漢語拼音，咬字用語，咱有親自脱略好談，安尼吼，也就會第六段。好，我哋再來看第七段，一個題，少多不正經，唱多為走音，少多不正經，唱多為走音，就是所以講啊，少多不正經啊，佢唱多難免會走音色跳哦，一個這個正常，所以什麼人只有咪咪笑，唔好太笑，同時也唔好講啊，咪咪嘻嘻哈哈，你唔個冇正經安尼吼。第二，染色會行路，也就古書人所講，古書方面所講嘅歇後語，徒勞無功、拍行嘅意思啦。第三，前一班呢阿伯嘅歇後語。唔抵死哦，我俾你吃了塔白路哦，哈。第四是含嘅尖頭油，多此一舉，一個冇必要嘅含嘅路拉含嘅，又含了尖頭油啊。第五，太傅打批論，一個也是同頭前嘅相同哦。關於講嘅是多此一舉，打批論唔是太傅啊。第六。七里河上八里強，八樣強，就人多花時就會吵，插喎，複雜喎。第七，貪大出頭條，壯大多罪人，一句話就是強出名咋吧？多半有數呢，人講頭多罪啊！都會是強頭，而本人嘛，所以唔好強而出頭，也唔好按多做，按個意思。第八，牙膏個骨，膏就是牙膏強嘅膏，骨視頻做嘅交通嘅交，骨頭多所講嘅骨一樣，是強詞脫離。意見有多，得人鬧喎，就是拗喎，佢好拗嘅拗喎。第九，書愛嚴記，人愛硬撐，就求生愛能屈能伸啊，但愛有骨氣嚇，一個改硬，一個乜個按到規矩，規就是發言嘅。記就發出嘅，該人該出，也就按照規矩。其實老牛溫約，表示動作該慢嘅意思啊，動作該慢，老牛溫約。第11，一記足夠嘅壓一三年，一記足夠嘅壓一三年，有一年做唔錯。壓制所有嘅人都有份，也就是一記足夠嘅壓一三年。有一年做唔錯噶，其他嘅人全部連累到。第12，火燒山連累後，連累無辜啦，就是火燒山嘅事，後尾會被受到。第13，樹倒下來倒，後順山後尾會散開，就失敗時啊，各自求生，各顧各顧，就像49歲人採賊樣嘅，做捱做捱喲，各顧各。第14，兄弟白山唔係爬山咯，白同爬是冇相同哦。一個兄弟白山各自努力。大家
那个天数唔多。15恶嘛只有恶人气呀，最凶恶嘅人，只有吃法忌嘅人啊，就恶嘛只有恶人气人来起用啊。16便利斜，边壁转hết啊，转过来的转，也是在读转啊，边壁离为斜着，边壁为转hết的，命运所有随出带的意思啊哈。17无名无相，心门脚头病，也个就讲啊，无线索啊，无从问起哦，无名无相，心门脚头病啊。18上夜说西瓜，下夜反正。意思讲欲听的事情啊，改革就反悔嘅，就讲同头前所讲的无一样哦，就是上夜说西瓜，下夜反正也係講無信用嘅人。第17半截竹筍兩條空兩條空一事無成的意思啦。新疆講啊。一个错白色两顺风的意思哈，差不多啊。第20湖北的水木两头毛搭赤啊，当然也不强啦哈。事情难拆穿的意思，事情难拆穿。21毛搭毛对，就是毛情气毛心气啊。无神气嘅意思，无搭无对，无意味啊，搭同对一个就叫做中口嘅个东西啊，哈，一个搭一个对。好，讲到呢，头到佢嚟请看第80，一个一个生肉唔当羊肉个，饮天咯。当水母个，一个就休息是为了行更远的路啊。有一句话，生肉当羊肉，饮天咯唔当水当做木哈。休息是为了行更远的路，有一句话，七头唔生肉，再补也唔生肉，七头唔生肉，再补。也唔生用，是天生自然的现象。第3，一粒田螺一个皮，一粒田螺一粒皮，係指天生自然有的各一份啦。田螺的。第4，吊強頭，創高山。唱歌跳，那个务实做实际的个创叫啦，叫做唱都按歌嘅聲音嘛，硬爭紅啦，嘅就講啦，吊強頭唱歌嘢嘛，也是採取個辛苦哦，做嘅多也唱嘅多也係唔係幾好啊你。第5。電動來喊愛是暖水，電動來喊愛是暖水，不輸時間一切耽誤事情嘅意思。第6，三愛四愛拖延時間太久嘅意思啦，就三愛四愛愛到那久咯，一個就拖延時間。第7，火燒糊弄蛋，糊弄就是講苦膽糊弄，火燒糊弄蛋，事情緊急危險。第8，火燒木迷茫，事情緊急危險，第9，從此對木迷茫飄華過，從此對木迷茫
譬话个，就是讲事情非常的危险，非常的急安尼。第十，黑人皮方往剃头刀，往刀诶，叫做危险的意思。黑人皮方往剃头刀也是危险。剃头刀有剃头刀的绑的皮带诶，拿了黑人上绑啊，也就危险嘛。黑人皮最怕。11，冇呢掉黑人皮，冇呢掉黑人皮，也就是打唔得啦。唔打又做唔得，打嘅同时哟，也个就讲啊，冇做唔得嘅意思。就讲啊，冇呢掉黑人皮，做唔得。第12，冇呢掉牛角，冇好嘅意思啦。因为牛角硬定定到，冇呢有牛掉嘅都冇嘅咯，摔下啦摔唔到。冇呢掉牛角，但是冇呢係掉到硬錢，嘅腦海啊，嘅木珠啊，佢都冇意哦，嘅冇呢掉腦海嘅木珠啊就冇意13，牛角疊人板呢，牛角疊人板呢，北方講石人，這個豆瓣寫好意一幫一忙嘅意思豆瓣歸豆瓣第14，牛年冇按多錢，我為過多錢，表示得不償失啊！得多誒，攏係個韓國多，但是佢家下時代冇相同嘅方法也改變啦。15，有錢買頭糖。冇錢買頭油，比喻強中滿急不緩啊！到底嘅頭糖按貴哟，頭油按少，所以頭糖有錢買，冇錢買頭油啊！強中滿急不緩嘅意思，冇閒錢不走流，冇閒錢不走流，也係講啊，冇錢不走流。走了就是老東西嘅老嘅啊，不必花嘅錢冇錢不走了，走了都冇事哦，佢本來都一直留一坑嘅。17，菜籃開水，個冇菜工冇菜工。一個18，番薯太條就會熱，牛眼太粒就會髒。也表示指男太當婚，女太當嫁嘅意思啦。咁番薯太條冇熱啦，會出熱啦。牛眼呢太粒係唔雜噶，會推減啦。所以當前一個雖然係個社會原因，可以講啊，少子化嘅原因啦，可能就把出一個其中之一。19，金色三斤強，耐打又耐碰，就是敢做敢當，不怕唔驚受苦20，過時嘅那個，時過境遷，一些都冇作用。前朝人話過時神通山。那又好咯，一個本南沙藥也表示個冇用嘅意思，過時冇用。21，板好讓人，唔好託付做人情，乜嘅都做得啦，但是託付嚟做人情也做唔得咯讓一個係美德，讓係美德嘅意思。不敵那個羞恥變實德變實德冇錯的啦。好嘞，我哋看第9第9團1，講一百句，
系50双，讲一百句也系50双，系同样嘅意思，多讲冇意思啊！哦，意思，我嘅嘛普合存啊，表示做事有功有劳冇功哦，好一個意思。也一般係按照記法是由我阿婆託錫我孫，我嘅嘛普合存。第三，家樣冇好用，心口夾和尚，夾和尚。一個實在對和尚有些把為無禮貌意思，夾就是講不正當嘅男女嘅來往就夾到嘅夾嚇，叫視頻加啲夾一邊嘅夾和尚，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大壞大用嘅意思。男人無知不成家，女人無知生理嘛。一句話就講啊，知氣不立行起來，事情就唔會成功嚇。佢生理嘛樣嘅慢散走，男人冇知氣，不應講一句話，也就唔做嘅，也係放棄嘅，也就男人無知不成家，女人無知生理嘛。啊，一個知不立，事不成嘅意思。第五。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就是鬼語講啊，就見風轉舵，就是看乜人做乜嘅，都睇冇人。西瓜向太平嘅啦嚇，啊，可能話個西瓜我大餅嘅意思係咪啦？啊，一個生意。迎合他人家，哦，可有實力嘅人嚇。第六，缺名用好 fit 嘅就係人啦 ，fit 有 fin 同 foot 三字嘛嚇，挑數片做一個 foot， 一個缺名用好 fit， 冇錢人好八啊，一個這個八3點是這個拔起來的拔啊。一個冇錢的人個好八啊，缺名用好費也社會通常嘅現象啦，就是好出風頭而表現啦。所以各頭都講嘅是呢，各想要露出來啊，就會順頭；想要出頭就會順頭啊。有錢的人想要嚟做乜嘅？做頭啊，做那個頭啊。相信就會過失了多錢。第七，黑人貓咬到死攞做，也就很正氣咧嚇。一個都按刀口嘅意思，按其口嚇。一個黑人嘅名為咬到死攞做嘅。第八，價錢。牙絲絲，掏錢賺唔啲，也都一般人啦嚇。價錢都牙絲絲哦，掏錢就賺唔啲哦。價錢姿態個大呀，掏錢呢是隻沙土皮哦。以前闽南有人講一句話，農夫去掏錢啦，因為佢同價錢的人掏錢，價錢的人用嚟講啊。物嘅啊，價錢愛還哦，喺200萬人咁同價錢，同農夫價錢啊，各位相信，一句話真神奇嚇。萬人咁同價錢，那個價錢愛還，萬人咁同價還。第九，結論在滅也有看哦，就是難以破滅的意思。第十，自保護唔hết。自保護唔hết，一個粗白話文就讀hết，嚇。難保全好些，難保全好些。第11，一句話個有樣啊，
花苗嘛，用诶花苗子，也就讲啊，师出同源，同一个来源啦，第12，梳头起夜问，唔怕输米油；梳头起夜问，起夜问，唔怕输米油。就是本古河汉江麦嘅东西咯，但是要注意哦，有人嘅损害威力相当大。一下虽然梳头起夜问，但是树米分风吹啊，冇办事呀，到底有咩事啊？所以梳头起夜问，一個樹唔怕樹米有一句話多多嘅參考。第13，嘅小朋友大粒，也要有細粒嘅，一句話相當有用嚇。一個大細共同合作，真正同鄉會樣嘅，係有大粒嘅人出錢，細粒嘅人呢嚟做工，按對話行嘅事情讓我圓滿。第14，49歲人。之前呢，唔做愛做愛哇，一個就是講破舊山連累後嘅時間，那個樹嘅大樹多花了，那個後嘅就會各散東西哟17，兩多人做菜瓜嘅社會10歲嘅10歲，10歲就是講啊。嗰多嘅意思啦，是多意思。做菜個啊，用翕起嚟嘅，唔係做起嚟嘅，也唔是冰水，泡泡胖胖哦。18，好多人買烏河，寫好嘢，你講哦好，你啊，翕起嚟個烏河，講啊哦好，快咧嘅意思啦，一個啊哈同哦好嘅喺度講嘆氣啊。啊哈！一個上以前有個一個講過個啊哈客家一個參嘅，啊哈就參嘅，哦好也係參嘅意思。第19，叫上人行上前，就好奇看看一個叫上人啊！因為我人咯，錯石頭蘭花嘅蘭。錯石頭的哪裡？叫人切切，因為叫古嘅後背，嘅東西後背有一個切啊，人多就快板嘅這個是叫上人行上前，真是有樣頭背，叫上人嘅時間，太細就就一個啦20，老虎硬惡都唔識字。一個有樣啊，也比喻父母愛子之心嘛，也比喻老虎硬惡，那唔識字，但是公老虎會識字哦，也有原因呢。那個馬嘅老虎硬惡啊，都唔會識字比喻父母愛子之心，大災股就10多窮下。閒聊講閒話，閒聊講閒話嘅意思，好一個圖片之中，一看叫上人嘅啊，是一個圖翕到他們城市本大家上看下嚟，最睇嘅新聞就爭啲咯。第二個咧看下經濟好啦，第3個咧是阿妹看下冇做暗行嘅啦，順便咧叫佢講啊。叫哥同叫子的做什麼幹什麼啊？一個圖是大家講啊，就往正面嘅方面來想，來想安尼一個第10雙雙人也有哈哈字學識歌詞名人也有大陸不地嘅地方也係一個雙雙人。也有哈哈字，這個好識個人也有大陸嘅地方不地嘅地方一個第2
哈哈人也有双双之恶啊，想法同太多嘅幾個想法。意識喺大陸嘅人啊，嘛有一副高強嘅素材，嘛有一個高強嘅素材啊，一個買好老話講啊，買嘛有一波，有樣哦，所以你唔好看強人啊，哈。第三，天無千人之路啊，上天都有分本芸芸眾生一條求生嘅路哦。一個就是講啊，天無千人之路，只有七個邊，安尼就會有嘅哈。第四，牧師家裡買獎獎，牧師家裡就買獎獎，買獎獎嘅人呢，這個我家裡嘅，牧師就是講佢流牧，陰流牧油，牧師知道，一見準三兩，也看唔清楚，牧花人的茶吧，親身觀察。熟熟嘅買啊，也就按到牧師家裡買獎獎，一見準三兩啊，好聽。阿扎比湯棍嘅歇後語啊，一個無天無錯嘅意思啦，要安尼來嘅啊。幾晚嘅時間呢，那叫無天無錯個，就阿扎比湯棍，是乜嘅意思？無天無錯，幾晚嘅時間那叫還無天錯。第六。上失上作流錢來賭博，也好賭博嘅人有一種嘅現象哦。自賭徒嘅習慣性是生生鏘鏘，就愛來賭流錢來賭博。但是另外有一句話無要注意，一個講啊，好色嘅男人啊。我有講啊，生生鏘鏘，本一條鏈風槍槍，有一句話喎，所以個個要注意，要留心，謹慎小心安。第七，個裝鹽用是乜個意思？裝鹽用，咁咩用嘅喏？做個裝鹽用啊，係指講啊。鹽用時時愛照顧不得離開呀，伊個土生人嘅意思啦，看生人咧，大生人咧，裝鹽用啊。第八，一夜不足，十夜難補啊，比喻正常嘅水木嘅重要性咯啊。一夜不足，有人講三夜難補哦，真是有樣。人多好做事，人少好本錢啊。人多好做事啊。人少好本錢。其實天上無雷，無雷不落雨哦。人間無媒不成親啊，就是頭擺婚姻要靠媒人來做介紹嘅意思啦。天上無雷不落雨，人間無媒不成親。第11，豬面陰陰痛，豬頭見八公。豬面陰陰痛，豬頭見八公。亦都頭擺頭前見八公啊！我用豬頭夾豬面，冇用全隻豬。所以講啊，豬頭行嘅健康各啲強，有豬面都治得退嘅隻嘅。即係講啊，豬面陰陰痛，豬頭見八公，安尼話。第12。門神天有乃唔錯個，本意先看都係食藥，一條白人所講嘅啦嚇。門神、門醫、醫生啊，視頻全部都相同，按嚟講嚇。看醫生就係食藥，門神一天有乃唔錯嚇。第13，飲錢不掛，杜林出花。就是天意嘅意思啦，不像這以前講啊，鹽錢不掛杜出花，南部人家講杜林出花，14，兄弟數腳前，家伙萬事興，也就是一個格言哈。第15，老嘅能來學吹塔，能來學吹塔，學嘅得啦，都係盤。就時都拍嘅，就老嘅能來學吹塔，學嘅
學嘅未來啊是都拍嘅哦，凡之稱作後生來學，後生為代表啊，一個就講啊，老嘅人來推他，老嘅人來講口，迄個就冇效嘅。第16，冇安泰嘅神氣，冇安泰嘅神氣，係指也同國語沒有，國語冇嘛相同哦，啊。這指冇興趣嘅意思，唔愛喜嚇，冇安泰神意，佢未來睇看樣好冇？冇安泰神意哦。17，老虎昂前啊，杜威杜木帥，神仙打鼓有時錯，係指錯誤難免嘅意思啦。18，鬥日嘅牛好鬥，鬥日嘅牛好鬥，也有樣。有學過牛嘅人就知道一個牛有鬥過嘅啊，一看得到就會出過去。第19，嘅實在是吊吊戳戳，吊吊戳戳，就是嘴皮可以快呀，哦，口德唔冇哦。嘅戳是北部嘅人，吊是南部嘅人。第20，木庫唔講太重，比喻唔啲好強啊，唔啲好強。一個木庫嘅人踢過鐵，用鐵嚟踢那個扶強，踢過扶強，唔講扶強過啊，冇實實都踢到過去哦，嚇。所以木庫唔講太重嘅意思。第21，惡氣出惡毒羅公啊！嗰叫生叫嘅呢惡毒之體啊，亦係有樣嘅啊。惡氣出惡毒羅公，叫嘅惡毒之體哦，一個個重要嚇。而且嫌棄一樣嘅做孬，就會有咧成功學到依個所嘅教曉嗱講啊。溫良恭儉讓，安尼做啦吼。49歲人掂到牛市係答對答準嘅意思啊，得是答啊。個吹牛馬睇角板啊，吹牛馬睇角板啊。大下有一個講啊，來天唔當塔角拍，忽然間唔當火爐馬，是。春色嘛，嗰個春色嘛啦，嗬！以家法不宜也法響哦，一個故事。但係呢，吹牛嘛睇角板，吹牛嘛睇角板。以上就係咁樣提供俾大家做參考，同時睇嘅以後，睇兩次以後，再來看本文啊，相信白話語文大家就會一個耳啲哦，詩文詩係曉得的，但是我認為用詩言咯，因為我哋客家話有四海太平哦，有5種，所以我是專注用詩言嘅話來寫，冇用詩言嘅話，仲係用海陸嘅話嚟做解釋，做演嘅都冇話跌檔哦，嗬。以上感謝大家神夢語，感謝你，再見。神夢按自西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